講到這個包圍風颱離開台灣是直接掃對中國去。這中國浙江沿海是透風了雨水膨山做大水，因為這外圍環流影響，中國的北京甲天津攏可能會落大雨。海面呢，勇士平台和大鷹吹甲游來游去，包圍風颱離開台灣了後，直接對中國去。佇浙江省沿海引起大鷹，甲本數攏吹來有夠多。包圍風颱來勢真凶猛，浙江省實施大規模防災計劃，提前撤離沿海甲較低所在，大約200萬人，真濟點頭甲大門鎖起來，刷補貼不好，要人佇出門口綁這篷布，加強防範。這次的話，好像是說要直面登陸，那肯定是對我們生活影響很大嘛。就後續就希望他快點走吧，不要停留太長的時間。擔心的話還是會有一點的，因為之前一直在別的地方嘛，第一次也是來溫州這邊工作。抑過包圍風颱在夜裡半暝2擺佇浙江省登陸，當市中心上大風速達到每秒40公尺，相當13級風。大風大雨造成真濟樹仔倒去，山區土石流，也有真濟所在積淹水。連隔壁上海也受到強風影響，第一懸樓，上海中心大樓內底動1000棟的索尼器攏真罕的海震動。因來包圍風颱登陸了後，強度雖然慢慢減弱，抑過外圍環流繼續對中國北方帶來真濟水汽，親像北京、天津北部也有河北中北部這所在，攏已經出現大水禍。記者綜合報道。